感受同埋有啲咩説話要同我哋講咧？好開心有個新嘅平台俾我哋宣傳我哋嘅作品啦。咁我諗對藝人嚟講，做咗好嘅作品，其實最開心就係有多啲人知道或者多啲人聽到咯。支持。因為如果大家唔知道嘅話，佢哋都冇辦法俾啲意見你哋，係冇反應俾你哋。如果有意見，就可以俾嘥咗我哋啲心機，可以俾多啲 idea。冇錯㗎，同埋最緊要係做啲好嘅作品，娛樂大家，同埋可以互動咯，即係 artist 同埋觀眾之間都可以多一個互動嘅渠道，拉近佢哋嘅距離。係啊。好了，那Gigi恭喜你，希望這邊我要祝你唱片大賣哦。謝謝，多謝啦，謝謝。那我們請 Gigi休息一下。支持。好啦，咁我哋嘅壓軸嘅嘉賓咧已經上台啦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要再一次喺度呢度要多謝大家。那在這邊呢，要感謝大家今天的光臨，所有的嘉賓呢，他們已經有走過了紅地毯。